身为移民之子的雷米·马利克 （Rami Malek） 在电影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中成功诠释皇后乐团已故主唱弗莱迪·莫裘瑞，继金球奖封帝后，今天再夺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。37岁的雷米·马利克首次提名奥斯卡，结果一战成名，只取影帝。他在台上欣喜若狂，致辞的第一句话说：“我妈妈有来现场，她坐在某一个地方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”观众对雷米·马利克的脸孔并不陌生，他曾在《博物馆惊魂夜》（Night at the Museum） 饰演法老王，在《暮光之城》破晓爱 （The Twilight Saga: Breaking Dawn） 饰演吸血鬼。在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（Bohemian Rhapsody） 中，雷米·马利克独挑大梁，饰演皇后乐团已故传奇主唱弗莱迪·莫裘瑞 （Freddie Mercury）。他表现亮眼，先前就已夺下金球奖电影剧情类最佳男主角奖。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票房达8.54亿美元，雷米·马利克可说名利双收，但之前他的心路并不顺遂。20多岁的时候，曾经为了讨在好莱坞餐厅打工送披萨。几年之后受访时，雷米·马利克表示：“我的梦想是在好莱坞的摄影棚工作，而不是在好莱坞的餐厅工作。”雷米·马利克在台上领奖时说：“我是埃及移民的第2代，也是家中第1代的美国人。我正在写下自己的人生故事，我应该要对在场的每一位更加感激。感谢每一个信任我的人，这是我用尽余生都会珍惜的一切。”他说：“我们拍了一部关于同性恋移民的故事，他理直气壮地活出了自己的一生，而我能够将他的一生在这里与你们分享庆祝，正代表着我们都渴望听到这样的故事。”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（Bohemian Rhapsody） 以皇后合唱团为故事背景，本届共入围5项奥斯卡。今天颁奖典礼一开场，就是由皇后合唱团现场飙唱，登台的除了37岁的亚当·兰伯特 （Adam Lambert）， 还有元老级成员吉他手布莱恩·梅 （Brian May） 和鼓手罗杰·泰勒 （Roger Taylor）。布莱恩·梅更在这场好莱坞年度盛会中飙了一段精彩独奏。中央社。